乡亲好，欢迎收看村民大会，我系王小 K。你下位是动酒流，看到了安将甲日本式建筑，系讲行到底背去，你想可能会看到马界，是会到马界呢？大家看到了解偏东下晡系咪动有快球嘅感觉？其实呢，你系二次大战敌军基督所用嘅分包下晡哦，佢嘅用法呢就系安样，然后那个皮儿打开咧，佢用那个胶哦，到底攞那个锤胶起来。看到底部系扭扭哦，表到顺条。啊，甲那个下晡系立做诶，看到底部呢就有扫落个盘，还有锤哦，哇，皮皮咧真正动向。提供行医作为现团医，对该东西按用个历史有运用价值，下不多有奉片有简单按用个环保下晡，按用有历史有古改环保，你会有兴趣无？看到了白相当雕年各种嘅虫儿吼，系代表某强用战争世界基督所用嘅武器。啊，甲看到了片呢，也有动到啊，并个做嘅散符，就某强用嘅烟腿，某强用嘅死气所做嘅哦。看到了大部，真正系累到像系军用品大战啊，用嘅空间，系咪也动达的你来看咯？我哋下系到屏东市哦，屏东市有全台湾体态嘅空军嘅建设持续区咯，从安阳长到东江嘅日本式嘅建筑，到了片都非常安到。屏东县政府呢也特别到71栋嘅安阳嘅楼屋，编列做了嘅历史建物，好好来保存咯。从头下看到，就会利用安个楼屋来做温床嘅建议，两系算系保留那个历史建筑嘅一种好风范咯。村民大会今日来到屏东就求到相关嘅豪宅专家啦，讲部门代表，叫下嚟关心，就屏东作为安泰嘅历史建筑嘅起落，南摆运用嘅行，将做得行到匆匆救救，两边去到恢复现场。开会了！好，本日大家咧下度来到咧开会讨论嘅现场，为大家所嘅来宾。第一位来宾呢，你所嘅系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嘅处长吴建发，吴处长你好。主持人好啊，各位乡亲好啊，大家好，大家好。所嘅系台音课台公共嘅教授廖少伟，廖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听你所嘅系屏东爱乡协会的创会理事长黄鼎伦，黄理事长你好。主持人好，我们在座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理事长来。那我们在地现场的，我们屏东很多都是眷村子弟的在座乡亲，你们好，大家午安。白先勇的小说《一把青》改编成电视剧以后，台湾掀起了一个空军热、眷村热哦，那种空军的爱恨情仇，很得到大家注意。可是不讲，可能大家不知道，全台湾第一代的航空城，其实原来就在我们屏东市哦。我们今天录影的所在地方非常的漂亮，古色古香。大家看到这个是孙立人将军的行馆，这个国民政府来台湾之后，这个官阶最高，所谓将军中的将军，他的高级行馆面积最大，然后格数还有它的装潢派头都是最气势的。我们就在这个历史建筑物这边录影开讲。那大家看到，在这附近就是崇仁新村，那下面呢就是胜利新村，在这边屏东县政府过去就将这里71栋的老建筑定位为历史建物。那其实散落在周边，沿着飞行场所衍生的整个空军的眷村聚落，最大就在我们屏东。按精彩的故事，大家做得用个错过呢，让批来看了解新闻报道。地方嘅度，糖到下买上，係遇到眷村人嘅回憶。一個離屏東火車頭，則5分鐘安遠嚟嘅勝利新村、韓國崇仁新村成功區，係源自全台灣保存到千萬整嘅比行秀沙。有72棟嘅建設，已經本源列做歷史建築，含規劃做勝利文創園區。佢哋唔單槍見證嘅石頭嘅發展，還加係眷村文化保存同再工利用嘅重要為點。我们眷村文化园区的活化运用，除了结合这个文化艺术，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居住的园区。如果也能够让它以居住的方式可以来再现，也是一个很好的保存跟这个活化的方式。頭擺現正比行廠開始嘅屏東市嘅都市發展，對頭擺本當係農產品嘅市場體，土地一下嘅增加到56片案範，故所未有見到嘅比行秀沙區。嘅度建設對日本作為都建都行好好，保留為過100年嘅都市基建。
以这里的眷村来讲，你从中山路沿路走下来，经过妈祖庙，经过族群音乐馆，到胜利新村，甚至再往下，你会发现，其实这条路几乎就是屏东市区整个扩充的一个类似时光走廊。从台湾近代飞行的一个脉络哈，发现哇，屏东非常丰富的这样的都市人文。那特别在全台湾的一个飞行发展里面，屏东又是站在一个最早启蒙的一个阶段。那其实这建构了整个完整的屏东飞行故事的一个人文脉络，都是孙艺人一手训练出来的。屏东市同建村有同层的关系，另一本书的家下就有全台湾体育操的基础，建设军事发展，韩国发展到同好的志同经济，打好的屏东市的发展基础。韩国也给热带上子丰富的军事色彩同建村文化。像日本书的国民政府嘅死退，了达要减入榜眼历史嘅那个体制退嘅风控上，面对就按未台嘅历史哦，你看到。其实最早到1919年改下，都有台湾体育处嘅基础。这边我要先请教一下我们在地深耕文史工作相当多年的这个文化艺术基金会的董事长萧永忠，萧董事长你好哦。我们看到原来台湾的第一座飞行场是选择在屏东，台湾那么大，有其他北中南东，为什么偏偏选在我们屏东？那这所谓的100年的飞行聚落，它故事价值是在哪里啊？跟我们大家说明一下好吗？我们在那个1915年的时候，高佐玉龙之就在阿猴的那个空中展现了飞行的。那1919年建立了台湾第一个航空班，就是警察航空班，也就是台湾第一个、全台湾最早的第一个飞行场，也就在我们的现在所谓的屏南机场哈。因为当时并没有导航系统，所以它是目测，所以那个光线。还有就是那个水质，那当然还有很重要，因为我们有酒精工厂。也就是说，发展阿狗城很重要2个经济体系，一个就是糖业，那第2个就是飞行。所以这样子地势也很平坦，空气又干净，所以有这样子的地利之便。那我们刚刚也看到介绍哈，其实随着这个飞行场而衍生周边整个形成聚落的这个飞行故事聚落。那我们看到像这样从屏东飞行场看到这么大的聚落，在我们今天这个屏东县政府来讲，它的最大价值跟其他台湾的各地的眷村来讲，你觉得那个最大的差别又是在哪里？屏东飞行故事大概就代表了一个阿猴城的城市荣光了哈。那这个城市荣光基本上它也是见证了近代台湾在飞行的一个近代史的发展脉络。那我曾经也在最近。对应的同期间，在中国大陆，他们在1919年的时候，在那个马尾港呢，他说他们有制造了第1台飞行器，但是我们同时间可以展现，我们在1919年。屏东就有第1个飞行场了，所以代表我们是在屏东生长的一个子弟，但是我们可以跟全世界连结，这个连结里面也带出了我们近代发展的脉络。所以说起来，这样屏东市或应该是屏东市的这个城市的基础，原来一开始最早是从航空、从飞行、从军区这样子一个故事衍生出来的。黄理事长，我请教哈，地方上一向都非常珍视我们现在有的这样的眷村聚落的文化，我们看到从飞机场衍生而来这么大的聚落哈，这种城中城的这样的概念，或者是说我们感觉到现在的历史教育其实非常重要嘛。前一阵子还针对战争的历史教育不足而产生的社会的忧心，所以理事长是不是觉得在屏东市来讲，这个文化资产是你们一直相当重视的？这个飞行跟糖业是这个城市的开始，也是带给这个城市的机会哈。那飞行场所延伸的这个飞行宿舍群，目前是国内唯一最群聚的一个主题式的我们的日移眷舍哈。那当然历经不同的时期，它的历史面或者它建筑的独特性，我想不只是在国内，甚至连日本来看都是非常独特哈。那事实上在屏东这样的一个场域所留下来100多栋，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珍宝。是全台湾第1吗？目前应该是最群聚的主题式的，具主题式的，以飞行为故事当主题的。那特别我这边要补充，就是说这一个它见证这个历史的发展哦。那当然我们更从一个都市发展的角度，它的老树。
它的黑瓦屋，就我这个相片所提的这个老树跟黑瓦屋，我想更是我们屏东市民最难得、最珍贵的一个资产哈。我看到还有不少消防栓、防空壕对。那特别我这边要补充一下，这是在1930年左右哈，美军来轰炸所拍摄的空拍图，在80年前躲过了美军的轰炸。遗留下来的，我们真舍得80年后，因为我们人们的思考的这个部分的智慧高度不够，让它就不见了呢。这是我们一个民间团体，我们期待诉求的地方。陈杰理事长所讲到的话哈，因为这一带的整个眷村聚落的土地还是在国防部，因为是土地国家公有的关系，所以它就某种程度来讲已经避开了市场操作的沦陷，所以遗留到现在还有这么完整的聚落。当然，屏东县政府一度留一度非常安重视，咱问题强高，你个初衷，看到了部分哦。其实也好，你分法处我们的文化处对我们屏东市的整个眷村记忆历史相当的看重。听说我们已经好几栋都已经列为历史建物，那还有其他分布的那些资产，初衷了偏的你下界文化嘅政策係嘛界？一個部分呢是我目前來做文化初衷的時間，整個行政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決策，就是說。在眷村里面，每一个县最起码要保存一个眷村，来交代这些新移民来到这里的生活的历史。当时屏东就选择了这个现在胜利新村和崇仁新村。不选择一个地方，当然有它的原因啦哈。那前面的处长他们做的这个决策就是当时说当时文化处的文资所也还没有成立，所以就原则上以当时行政院有政策都保留在两个地方。當然，保留兩個地方，我想黃老師也都全部蕭老師都已經把所有的過程都講過嘛，因為當時日本也會選擇一個地方做一個航空城是有它的考慮嘛，因為最大的一個平原地區。航空的这个起降，这个量都在这个地方嘛。楚总爱用爱请问哈，现在屏东县政府已经把它定位为历史建物，已经被登录的哈。我们看到具有文字身份的总共有71栋，就是我们今天录影的所在地。看到这个实心的图块，包括呢我们的胜利新村有49栋，还有这个石块呢是崇仁新村的成功区有22栋，所以这边呢已经变成是一个文资区，而且现在透过了商业的营运有正式的运作来活化。利用这些的历史建物，那我们看到周边其他还有31栋、19栋、21栋，包括这整个眷区其他周边附属的，目前他们仍然存在着完整的建物。可是呢，他们身份上，某种程度来讲，就文资的历史角度来讲话，是还身份未明的哈。咁楚总，我觉得请问哦，你下有71栋算是保留下来，另外有81栋。等待保留，这个等待保留是什么意思？现在来讲，要71栋的文资身份，它已经具有历史建筑的身份嘛。然后这71栋，我们现在就是在抢救它了。要抢救。我们还特别请了日本专家来看，他刚刚那个王老师讲的是对。日本的专家来看到这个日本建筑，他非常惊讶。是。一共在日本呢，我们的木构造的房子40年是要。整个翻修一次啊，来到台湾竟然看到将近100年还在使用，他是非常惊讶了。我就给他讲说，我们好好修，还可以用100年，可以给你们当日本的参考的这个价值。所以从县政府的立场，还是希望可以积极的抢救，希望这些将来都可以保留活化。对，那现在就是71栋，我们是抢先要去救它嘛。你像呢，崇仁新村这些房子，我们就看到这个样子，它已经在加护病房了。加护病房呢，我们所有的力量赶快要抢救这些部分呢，要不然你看这样的情况，在3年内不再抢救，3年4年以后也不必抢救了，它已经整个垮下去了。所以我们很急，就是在这个地方了。非常感谢楚总讲给动机吧，很急，要赶快来抢救，不然送到加护病房不得了。那我们来看到哈。这些已经有一半被保留有文资身份的，现在正在头角峥嵘的继续做下去。但是另外一半也一样有文资价值的，会不会因为没有被保留、被确定，就一直毁坏下去？我这边手上有一份资料哦，在今年度我们屏东县议会已经整个议会的这个期程都已经结束了哈。针对屏东县明年的总预算。府会和谐啦哈，所以324亿是1毛未删过关。不过呢，在其中有个附带决议是针对我们的眷村去留哦，有这么一条决议是说，请县政府研议屏东市的眷村历史
建物保留区，仅保留现在已经列为文资身份的胜利新村，其余眷村建筑物皆不予保留。所以，难道议会上的立场是认为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像是样板的历史街区就够了吗？其他这边民间一直在提到的81栋，是不是要保留？我问题先请教我们的赖老师，建对安个公番地都提奉好有马该意见？因为我们屏东未来唯一的生机就是发展观光，发展观光，那跟乐活，那这2个主题，我们就需要一个非常核心的文化资产的故事场景来去做维护。那刚刚从几位先进的这个谈话里面，大家可以体会到，从屏东车站出来，你可以感受到从那个凤山八社一直到清朝的阿猴街的妈祖庙，然后沿路下来，这个中山路整个就去体现了整个屏东的发展。那这个发展呢，也就是整个故事场景都在这里。你今天只保留这71栋，我觉得应该是还不够，因为其实到目前的为止，只到大战中期。大战后期你要把它推掉，我觉得这样子就它的故事场景就不完整了。现在这种81栋会有这样的声音，感觉要保留是有价值，但是很难保留。您观察到的原因，这些历史建物要被保存，它其实背后真正困难点都是存在在哪里？当然，最重要是经费的问题跟观念的问题。今天如果说你已经有一些想法，我倒不反对怎么去做这个81栋的活用。但是今天在讨论的话，就是说我不保留，就是把它推掉，我完全反对这样的做法。其实如果说你还没有一些想法的时候，你应该考虑如何做低度的维护跟保留。等到你想要做的时候，还有东西在，所以基础应该先留着，至少它在善用活化，可以有一些弹性的想法，大家可以集思广益嘛，是这样子。先谢谢赖老师。我们首先先请到唐议员，议员想请教哦，目前在议会的看法，我们已经有一个很完整，将近5.9公顷这么大面积的眷村保留区啦。那其他的如果要维护，需要很庞大的经费，而且土地的使用压力也都在，所以有一种说法是，那就不如就把它推平，也做成体育馆啦，或者做成公共设施或图书馆。像这样的声音在议会上的看法大概是怎么样呢？我都是一直站在推动保留跟文化创意产值的效益啊，因为站在屏东最优先的条件就是它在屏东中山路火车站下来，结合的屏东整个胜利路的美食街哈，所以说我们屏东真的是得天独厚，这一个日式的房舍的群聚哈，是所有全国之冠了，因为在交通上面它是便利的。是议员，那如果说觉得这个价值够要保留，但是后续有很多滚滚而来的现实问题哈，那当然议会里面的共识也要得到一定某种程度的协商。您觉得关键会是在哪里呢？当然是经费了。他们说认为是影响整个屏东地方都市更新的发展，他认为就是每一个县市都在盖大楼，还有工作的就业机会。那屏东可能就是属于这样子的眷村矮小，那一下了火车可能就是黑漆漆的一片，并没有活化到嘛。因为这个陆陆续续来啦，因为处长可能也比较伤脑筋，是经费。是，谢谢你议员。所以我们听到这边大概可以理解出，我们的一些聚落具有历史价值，应该要让它继续活化永续。但是存在在现在时间，大家可能面对包括土地的交易啊、开发的压力啊，甚至将来它的怎么活化利用都是一个问题。我先请教一个比较具体实在的问题啦哈，被列为历史建物，因为它有文资法、母法的规范，所以它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保存跟维护啦哈。但是如果它不是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来看到老眷舍要保留，大家有一定的共识，只是怎么做？如果它不是有文字身份的时候，我们常常看见是荒烟蔓草，是整个屋脊都颓皮的。那当时变成一个这样子混乱肮脏的空间的时候，它会不会本来是城市之宝，因为没有妥善管理，变成城市的毒瘤的时候，那就变成给地方上另外一种压力。了解地方的人，我想请里长街头街尾走透透。我这边开放，先请教我们在地是不是有里长的代表来到这边？里长大哥，我想请教哈，目前我们看到有一些被保留，但是还有更大一部分的面积的那些老眷舍、老的日式建筑没有得到很妥善的管理。在地方上，你观察到什么？它有变得非常难维护、难管理吗？所以现在待保留的眷舍哈，应该就是变成我们屏东市很多的垃圾集中场了，变成会有人丢垃圾进去空房子啊？不只是垃圾，而且是建筑废弃物，也有流浪汉的
跑进去，或者是有人进去，可能把里面的一些的木材比较昂贵的东西，一些雕刻的东西都已经拆走了，很多很多。那我希望我们地方政府或我们中央政府能够尽速能够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先谢谢里长。谢谢。承接刚刚里长的话哈，其实，在民国85年的时候，那时候眷改条例开始，国防部清理了所有的这种所谓老旧眷村，所以那时候有一批整个的清理土地的行动。那到了95年的时候，过了10年，就有一些检讨的声浪，这些空的旧眷区，如果你没有从历史的价值去把它保留下来，就变成空城，空城乡啊变成废城，那后续滋生的问题就很多。但楚总他觉得抢门哦，其实你下台讲讲，政府方面也都该紧讨论土地为保留。就行业讲应该保留啊，不过你下都行网有保留个行统嘛吼，你拄到个问题是从跳下你从你让讲到钱唔啦哈，钱不够，预算不足，你唔啦哈，人力动员不够，或者说我们文化处的人力规模预算就是那样。因为现在刚刚讲的要有待保留的这些眷区，全部的土地所有权是国防部了，所以他垃圾丢到那里面去。当然，基于卫生的条件，我们县政府要去帮忙。比如说，查到有病媒蚊都要去喷，但是那个土地是国防部的，所以我们也要给他国防部一个持续的压力，不是说那个眷村放在那里就可以了，你国防部也要负起责任，你不要等着卖房子啊，把土地卖掉啊，不能只是这样。他刚刚讲到的东西就是说，民主政治基本的道理就是政府有能，人民有权嘛。人民有权反映在就是选出议员嘛，那议员有他的意见，他就提出他的看法。但是政府站在有能的立场，我们不见得全部都要接受啊，因为那是属于专业的部分，就要有专业部分来处理啊。那所以您是说这一次在议会上的一个附带决议，在处这边来看的看法是怎么样呢？我们是绝对尊重他发言的权利，但是做法我们依法行政。依法行政的法叫做文资法，文资法是经过立法院3读通过的法，我不能不遵守。议员叫我不遵守，我当然会拒绝。是那不过现在问题是另外一个眷区的聚落还不到文资身份，而且刚刚你提到国防部，国防部本来有一个拆除的计划跟行动，后来在地方民意沸腾就挡下来。目前国防部我是先暂时不拆，有没有管理这个我们后续讨论啊。不过至少国防部现在不拆，那我们县政府呢要怎么样去扩大我们决绝的力量？文化处的任务只是去鉴定古迹，你们提出申请，我们依照文资法就要进行。文资的勘查，文资勘查，文资委员认为说有价值，要进一步进行文资审议，我们就要乖乖进行文资审议。文资审议，大家就要看专家的意见，最后的结论是如何。然后呢，很多人误会说文化处会不会拆？文化处根本没有拆除这个违建的权利啊。那处长现在有在评估那另外81栋它的身份价值吗？新的文资法已经公布了，只要超过50年以上的这个公共建筑就要进行审议嘛。那现在文化部当然定了这个法，当然是美意是非常好。但是现在文化部他也发现说，那个量太大了，大到不得了。现在他们也在想这个。是，谢谢吴处长的说明。好，处长是说要依法行政，那黄理事长你怎么看呢？我觉得在这一个部分就是说可能在政策上我也期待我们公部门在这地方的那个客观度再高一点。比如说前阵子我们为什么会抗争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国防部委托我们县政府要代拆，我们县政府也接受了，而且上网公告要甄选厂商了。那这个部分事实上在我们民间的团体思考，就是说这个客观度不够，就回到这个文资法的游戏规则，那怎么可以受理，甚至上网招标开始要拆除呢？这也是我们这一部分反映的意见。听到这边呢，我们知道现在已经被县政府保留下来的71栋的历史建物，它有它自己活化的方法。那另外一个民间相当关心的这81栋，其实它长什么面目啊？它是什么样子啊？透过它不敢样片，你先快点看一下。那等相片来比对恐怖新村头摆同一下嘅用嘅，日本数位家下也特别係东港海區紅湖區觀察區，它又有生命貢獻案發。也對東港人嚟講，也特別係重要嘅成敗六天。不過現正建村改建計劃，可能就會本年拆退咧。國防部已經下這個逼遷令下來了，是到了明年應該他們可能就會清理戰場。
然后这国防部要的是要回这块土地，他根本不想去了解你这个眷村住的人，他以后怎么办？恐怖新村就伫东港中心的所在，伊当年味道的保存起家嘅家业已经控制呢10年呢。亚度建设含有黑人呢，就系空政府，模拟迄个就表弟嘅房诶，因为造就起过太人诶。靠近篮球场的这个位置，原本是这4栋房子，这都丙等房啊。那大楼的后面都是5栋，这边1、2、3、4之外，还有1栋在这，都是很漂亮的房子。那为了这个大楼，就拆掉这5栋。拒绝历史怪手！拒绝历史怪手！同样可能无本人插喺的，还有啲屏东市企嘅结合嘅建村。最近民间团体当初建立传统保留传统的同时，今年8月的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因着会草建村的违建物，煞引起误会，保留人士还去抗议。不过，没因着安内建村的保留议题，大家受到关心同讨论。但留下来之后，它后端的维护费用非常庞大，几乎是仿作了。我们留下来的时候，其实希望好像变成古董，其实你去面对的是一个修复后端的再利用。因为你不想花了这么多钱变成文字馆。现时照民间的统计，屏东市含有81栋的建设有保存的价值，希望得到各部门的回应和个支持。不过保存过后运用的涨，韩国再个利用，再去挑战。韩国同地方没有韩家多的讨论。好，你看到推翻体积腿改轰控商啊，这全台湾最大的飞行聚落就在我们的屏东市落脚哦。那我们看到，其实我现在红线圈出来的这些新村、这些眷村官舍，都还没有文资身份的哈。也就是说，在没有确定法的保护之下，它可拆、可推平、可做后续的利用。那事实上它还有一定的历史的血缘，其实它的基因可能都有一些关联的哈，所以现在地方上呼吁这些能够做全区的保留，不管在对未来这种历史文化深度的诠释也好，或真的在现在最稀罕了解文化共改发展来讲，对屏东市最大的利基。那这个活化利用是不是可以有更高的高度来看？那我就来好奇，这81栋甚至更多还没有列入到这个族谱里面来待保存的这些区域，它是什么样子哈？我们请在地的文史达人来跟我们讲，它有哪些特殊的历史特性？在台湾各地的眷村看不到的，我们先请叶庆元叶先生。最左上角这张就是以前屏东飞行场的一个老明信片，就是因为这个屏东的飞行场的建立，所以台湾的那个飞行场的代名词就在屏东啊，所以当时的台湾的航空教育还有观光旅行的那个飞行的重镇就会到屏东，也因为当时飞行第8联队进驻到屏东，所以才会在盖这些宿舍群。那这些崇仁新村跟我们的飞行第8联队，其实现在都是历史建物了哈，所以就是第1代被留存下来的。那我们在一直关心，那81栋现在还切身为民的，又是有什么特性呢？对，它是一个延伸飞行场，它的组织不断的扩充，然后延伸出来的一些宿舍群，像崇仁新村的通海区，就是第2期的飞行第8联队宿舍群，在游泳池的旁边。然后后来因为那个对中国跟南洋作战的关系，日本把屏东飞行场扩建为全台最大的飞行场啊。组织扩大，所以才盖更多的房舍，沿着中山路一直往后盖过去，所以才会有胜利新村、跟崇仁新村、空祥区跟德胜新村。那这些房子不只是建筑物，它本身就像之前那个处长那个时候努力让日本将士来这边交流建筑技术，日本将士都提到，这个时代盖的房子是因应台湾气候。然后那个什么所特别设计出来的样貌，全世界只有台湾可以看得到。所以这是台湾在地性。对，这光从建筑那个标准这边就是唯一了。然后第1座机场它的历史从100年飞行故事，穿越日本时代到国府时期一甲子，甚至到100年的飞行故事，这也是台湾现在仅存的一个历史场域。对，然后加上像这张图是我所居住的那个崇仁社区的那个什么大楼往下俯瞰下去，这一片绿洲。大武山下的这片水泥化的世界，唯一的绿洲就是我们的飞行场宿舍群，是全台湾最大的亮点。所以其实从图片看起来，它很漂亮，也很完整。不过刚刚我们在地里长已经讲到了，因为缺乏维修跟管护哈，所以很多的垃圾或者是营建废弃物都往里面倒，它口的损坏非常严重，也变成地方的毒瘤啦。某种程度来讲，那这样在还没有正式的文字身份之前，地方上希望它可以保留，但是又可以怎么样来做，可以维持它的生命跟呼吸呀？
如果有人去居住，像凤山、黄埔新村，他们用以租代户的方式，当然也是因为眷户搬走了才这样做。但是原始有人居住的时候，这是最低成本可以维护的。然后，如果我们把这边保留下来，然后不要说急着去修复建筑，我们也用一个体验的方式，让大家可以来这边当成民宿来体验，就增加那个他可以长期那个什么跟这边互动的机会。对，然后这个样的方式应该是不用说那个什么一下要花大笔经费。谢谢叶先生，您请回座。廖教授啊，对安样个讲法，其实对屏东来讲，了解文化公共的自然也阿蛮够哦。从文化观光资产的角度，你有什么看法呢？我是认为说，像观光发展的5大要素里面哈，屏东这边有将近300，高屏啊有将近300人啊，300万人哦，所以它基本盘是很扎实的哈。那文化的资产啊，自然资源的资产啊。还有地理环境的优势啊，等等啊，所以包括像原民那边的这个石板屋列为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基本上它是一个聚落，它有譬如说50、70栋的一个石板屋在那边。那这边的，如果你有一个整体性的话，基本上它是有它的优势在。是，你先讲下，杨皮哥技术准备多大运用个做吼，提供到公仆们，係咪要重新要做大地咧大合嘅方法咯？大家個轉到出面睇會嘅討論現場，屏東了解非常故事嘅記錄，非常嘅完整悠悠豐富嘅歷史。不過呢，古蹟或者歷史建物這麼多，當我們的政府養不起歷史建物的時候，就只能任憑荒廢嗎？還係講大家有冇強嘅想法，冇強嘅感覺，加啲機會提出來。我們先請胡大哥。一個眷村文化的保留，它有一個完整性，也就是剛剛我們里長講的。那我們現在保留的這些東西都是日本時代留下來的，那當然它的歷史很長，是值得的。但是呢，國民政府來了以後，有蔣夫人蓋了很多的一些眷村，好比說像屏東的這個礦穴新村已經夷為平地了，那是非常遺憾又可惜的事。因為一旦清除就沒有了嘛，哈。就對，是。那假如是說我們有把這個國民政府在的時候也有的眷村也保留，那它的完整性是更可以值得後人來這個追念的。是，謝謝。所以可能在世界的這個戰爭歷史來講，這台灣的景點可能還是獨一獨二的。還有鄉親朋友發言了嗎？了解信上。我在這個眷村住了67年，所以這邊非常了解。那我們這個村子，它主要的特色是涵蓋的日本建築跟蔣夫人那時候蓋的建築的特色在裡面。大哥，我想請教哈，剛剛這位鄉親他代表是已經被保留成歷史建物的勝利新村，那你從小居住的這個眷村，現在是有保留還是沒有保留呢？現在已經確定不保留了。確定不保留。然後呢，也準備拆除了。是。目前剩了23戶，也沒有希望。是。那我現在能做的事情就是把在記憶裡收集資料，我們能夠重現在文字、影像以及包括模型畫畫上面來下手。好，先謝謝這位大哥。所以我們地方也有想說折中的辦法，那就來有一個新形態的歷史展示，不要讓他在歷史上就缺了這一塊。還有鄉親朋友也要發言的，一樣把機會開放給他。那我是勝利新村的住戶，你知道？是，也是歷史建物呢，哈。對，說實話，心裡很有感觸，因為我搬離了已經1年，你知道？我搬離了以後，留了一隻小狗。那隻小狗我不知道怎麼處理，我搬到大樓去了，它也不能去大樓住，它只能留在原地。我就每天去餵它，然後剛開始它很傷心，我一去它就抱着我，你知道不放。我們大家真是相對淚眼。可是最近我發現它好像有 fans 了，因為我發現有不少的觀光的人哈，經過那裡都會逗它玩，是使我有個感覺。它已經變成這個眷村的一部分了。平常的觀光客多嗎？我們一般台灣民眾會對那樣的歷史街區感興趣嗎？還蠻多人蠻感興趣的，因為以前我住在那裡的時候，就常常有人經過，你知道，探頭探腦、照相啊、拍婚紗、拍微電影都有。所以你覺得這樣的街區在勝利新村被保留下來，你看到很多活化例子，連狗狗都有自己它的份子了，對不對？對，是，謝謝你。好，謝謝。請坐。還有這位先生也要發言的。我是東港共和新村，共和新村它也是一個空軍的眷村。是。那這個其實
我们的情况应该来讲是差不多了，不过是我们的立场是比较特殊，因为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不认同改建政策，所以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啊？因为改建也好，或者现在大家来探讨这个所谓保留的这个动作也好，其实对住民都是一种伤害。那很多住民基本上他都会来跟我说，这个保留好吗？你保留我能住吗？这边的一砖一瓦都是我自己掏腰包，我的心血慢慢把它维护出来的。是。那改建好吗？因为改建你就把我铲平，你还是把我给扫地出门。那这边我大概要讲的就是说，我讲保留之外的一些事情。就是比较有人性面的部分，让大家了解。居住权益应该也要被顾及到。对，比方说，很多日本人到我们那边去之后，他不是想去看那些建物，他那些建物其实他们要去看的很重要的一点没有错，他们只是觉得很赞叹，这种东西我家乡看不到，你们还有。对。那他会要求一点，就是说，我想进去里面看看，跟里面的人互动。对，比方说大陆央视就来我们那边采访过2次，那大陆很多年轻的背包客会想来。他们来就要我带着说，你可不可以让我去看看，跟那些北北聊聊天，看看里面怎么生活的。然后，因为我们想看国民政府、国民党撤到台湾来之后，你们老兵生活的样态是什么，所以他们想看这个东西。好，非常谢谢你的发言。从人的角度，我们统计了一下，目前在屏东市的这些关眷舍的聚落，它的总面积大概占屏东市的1/20，20%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那就看它的定位功能是在哪里咯。如果它是精华区，它可以代表一个城市的纹理的时候，那是不是值得更重视？我们的潘县长预计在2018年，就是后年的这个元宵灯会。非常的努力争取在我们屏东来办，他提供的一个点，除了大鹏湾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飞鹏社区，是云鹏社区嘛？云鹏社区，所以眷村这样一个概念，显然在屏东县的这个历史价值来讲，是一个具有高度的。那统整一下，刚刚乡亲们一再讨论到，从历史的完整性、血统的完整性来讲的话，面积不会嫌少。那现在就是一个务实面的探讨了，到底要怎么样来落实这个房子留下来是有意义的留下来？我们来看到日式的飞行宿舍在我们屏东县现在5.89公顷这么大的一个面积，我们把它打造成一个飞行的文创园区，或者是一个航空的故事历史聚落。我们目前看到就是胜利新村跟崇仁新村哦。那我们在所有古迹或历史建物的这个保存议题上，有很重要一点，可能就是要讲到自偿性哦。在它再度活化利用的过程中，要如何自给自足，否则以县政府自己这样的财力来运作，由上往下，是不是会做不完、保存不完？所以我们来看到眷舍留不留，其实刚刚也讲到是关于钱、关于人。以屏东县过去的例子，那71栋的历史建物，平均6年下来修6栋哦，71%那费用就花掉了3000万，所以等于是修一栋要500万。那修了这些房子，将来又要怎么样来做？就会变成县政府有没有一个平台？那过去在检讨要活化历史建物的时候，会有一个文化资产的一个对外标租的这样子的策略手段，就是以眷村文创园区的这个业者进驻的办法。从屏东县政府是这样大概签3年1约啦，租金呢一次就是1万到3万。那目前刚刚看到71栋里面呢，有41栋已经是被列入这个文创园区里面，其中有32栋已经出租出去，这部分应该先抢门处中哦。进对安尼个文创燃气像安尼我们看到的胜利新村跟崇仁新村这个历史已经保留下来的历史聚落区目前在这种所谓自偿性的这样自给自足上，这种引进民间的商业力量来帮忙活化运作这些古迹，大概成效是怎么样？目前的经营现况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吗？我们一直没有钱修这个东西，房子又一直破落下去。所以当时前县长的是曾经有个策略，就是对外这个凹梯呢，让他们自己来修。但是他们提出的条件就是说，好，他来修，他来租出去，但是30年的权利是他的。那30年你想想看，30年你敢接受吗？30年以后，所以敢接的人不多是吗？对，不是政府。最后潘县长和我们检讨的结果，如果要他来修，然后修好了以后，他又招租一个财团嘛，然后这个地方30年的权利是归他的，是他可能有太多不可掌控的因素是这样。对，太多了。第一个，他会不会去照顾到眷村弟兄的文化和历史？他会不会考虑这个？
这是我们没办法掌控的。而且一旦他没办法掌控的时候，签约是30年，30年你没有办法变更怎么办？所以我们马上就和他解约。今天录影的这个孙立人将军的行馆，其实现在就已经在活化应用，有小小温馨的咖啡屋，里面也做一些文艺展览。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县政府在活化这些历史建物的一个方针哦？对，还有更多你会发现一个你以前想都没想过的。你譬如说在这个眷村里面呢，从土芒果到开始引进改良的海顿芒果，到黑香芒果，到爱文芒果，这里都有。将来要研究要写台湾芒果改良史的博士论文，要在眷村。好，我们先谢谢处长哈。好，那我们提到一个讨论的焦点，就是针对这么多的历史建物或古迹，我们的维护有没有可能透过以猪养古？透过商业租用或者是活化的方式，来让这个古迹或历史建物存续。这边有问题，我请教一个学者专家，是我们屏东大学不动产经济系的教授白金安白老师，他过去也负责很多我们县政府在这个文化设施经营管理上有很多的这个案子，他特别的了解。老师您好，谢谢您今天来到现场。老师，我想请问哈，到底让这个历史建物保存下去的方法是怎么样？那你看到屏东这样子来讲，现在有71栋的历史建物，目前我们看到很多的小咖啡厅，这些的这个商业运转，是不是您看到的、观察到的，可以对历史建物支撑下去的一种力量呢？我们过去刚承接国防部房子的时候，每一栋都非常老旧，很老旧。我们如何让它存活下去？如果我们回到现行国内的体制，用促参来做，你会发现促参法你走不下去的。你要 ROT 也好，你要 OT 也好，你走不下去。刚刚县政府说很头大呢。所以在99年的时候，我们有通过一个自治条例，这个法制是台湾目前在屏东县针对古迹历史建筑，我们主要因应这个区域给予这样的自治条例，这个部分也是县府跟议会努力的结果。也有这个自治条例，才有得以保存，所以背后法治的层面非常重要。另外我要特别跟各位报告，就我看到了，就是信任。信任怎么说？每一位进驻的厂商都相信这背后没有黑箱作业。每一个进来，他就透过他的计划书，透过一个委员审议的机制，你要做什么？那未来你有没有这个财务可以把它完成？经过审议的机制，你得以进来。这背后没有任何说你是指定的，你是谁，所以你可以进来；你是谁，你不能进来，没有。所以能够把这样的场域跟市场的力量、跟社会的能量连结，所以老师，我要反过来问你，你虽然说县政府应该建立一个非常公开，然后又平等又值得信任的这个机制来媒合，那另外一种角度来讲，也会说历史建物呢可不是开玩笑。如果说我们没有一定的约束跟规范，我要左边一个 pub， 右边一个咖啡厅，它真的有跟历史对话到吗？历史建物的价值有在吗？你讲这个非常重要。在整个过程当中，因为它是历史建筑文化资产，所以任何的再利用不能减损文化资产的价值。老师，您看这71栋，目前它的一个产业的模式跟特性是什么？那未来的那81栋要照着这第一代的成功模式走吗？还是你有什么看法？当时就有一个想法，那个想法是什么？我们如果逐户出去，那基本上人力很大的。很吃紧，因为背后还有一些集合的动作。我们能不能像造林一样，整片的造林？也就是说，我直接连接促参法，以 ROT 的方式，让民间的力量进来经营管理。那未来的几十年就由他来负责，政府站在监督的立场来做这件事情。资源的分配、指导的角色，这样。那这样子就回到刚才处长所讲，当我造林的时候，它是同样的林木。如果有传染病的时候，这整片林木就完蛋了。所以就回到现行，我们一户一户来，让它跟市场连接、跟社会连接，让它更有机，好让它更有生命力。所以就回到现行的体制里头来做。非常感谢白教授给我们的一番说明。那理事长，我就要请教哦，我们针对比较大面积的历史建物，我们在文字母法底下规范的还有一个叫做文化景观呐哈。像我们谈到花莲的吉哈拉爱，它是自然文化景观区，它的面积有20多公顷哦。那我们再讲到最近很夯的这个鹿港啊，它要做这个国家历史风景区，那面积更大。我想请教，在地方上有一个算是文化组织的管理委员会，一起来培力，产生公约，建立地方的共识，一起来推，这比县政府由上而下单一方面的做法更重要。在地方上是不是有这样的准备呢？
我们为什么抛出一个旧城区概念，就是以这个旧城区来思考整个城市的有机性。那我们也让外围的部分认同这个旧城区，做好相对应的准备哈。是，我们屏东的民间能量是持续在增加，也就是说屏东的能量在民间组织是够的。如果以这个后面的81栋如果保留是有共识，我想屏东在地的民间组织很愿意来跟我们公部门站在公私协力，我们来一起来努力把这个部分来完成。那当然，主持人提到用任何形式、任何组织，我想在我们民间的能量，我们很支持我们处长在这个方向继续走下去。是，谢谢。要继续走下去哈，文化资产的这个活化永续，係互相重要嘅课題啊。現在看兩團影片，繼續個準備強調你推下嘅裏邊。它早期有飞过的教练机有PT17那种双翼的教练机，然后还有 AT6的那种单翼飞行机。这个栋房子呢是我们以前的老家。設計設計自製到睇世界第32年嘅日本式陸續沙，建存字體入經驗，化工讀工藝術。今年年初，認真建存改建計劃，佢同亞北港人對重建新村嘅建存辦出嚟過後，本地嘅老建設就得作為歷史建築，也極不是就不來看啊，還個環境後續用嘅處理同維護。它要有一個恢復到日本時代風貌的一個工程，要把那個後來國民政府時期加蓋的那個房舍，清掉的計劃，因為他們包商都習慣採取大型工程嘛。那個很細緻的一些工程的話，他們可能做不來，而且不懂。黃色的膠帶寫這些東西，去特別去標示哪些東西是日本時代的那些設施。又亮了一盞老燈，這盞燈是從以前老建車裡面拿出來的。對建村動有感情嘅還有佢長征房，同樣係建村第二胎。去年佢結天同夾盤強化票嘅勝利新村嘅一棟日本式宿舍，天天內長韓國這裡打造出自家理想嘅空間。文藝的空間，然後可以是一個教育學習的空間，然後可以找到另外不同於一般商業的路線的生存下來的方式，然後可以自產，讓這個空間自己養活他自己，這樣。嗱，我一見啲勝利新村好嘅都會建設，係上面看到多部嘅主動有感覺嘅屏東西亞某嘢強下票來經營呢，也下搶傳到蔡議員13年堅持下來，下樓嘅特別打造咗土地書店，不定期來辦分享會，得到1棟人嘅注意。對屏東來說的話，這些僅存的屋舍也不多了。那如果沒有再活化利用的話，他們可能最後會面臨拆遷的命運。對，那我是特地來看一下，說他經營的怎麼樣子。是不知道哪邊有空間，所以他們就跳過了。這個是我之前覺得很可惜的地方。然後現在有這個空間，我就會讓它被看見，就是被那一些音樂家、藝術家、作家看見，或是出版社看見我們有這樣的地方，然後他們就會很願意來。大幫各個嘅經營方式，一到老建設也要為新實樣。做睇少數位經營者唔係講愛賺錢。行卡到位，嘉賓同創業業者落來，頭八夜勝利新村一下變作為勝利文創園區，講愛做文創，應該行愛咩嘅係，用嚟到本地嘅建村文化同生活樣貌發揮出來。你啊，安可規個自山經濟唔好打鬆，太需要人類好好打表落去留下來。我們也知道，我們台灣的重要的歷史港區小鎮，我們的鹿港小鎮啊，它一個重現歷史現場的一個計劃，爭取到60億總預算了哈。那我們地方上的議員議會也非常努力，向中央是不是除了地方政府，中央部分也能夠在這個部分多做一點挹注？如果說我們屏東的眷村真的歷史價值很高的話，我們請教我們的李議員。條到我歸認同吼，我們蕭董事長講的啦。屏東市的這一次是一個機會哈。機會。如何能夠保留這個航空城？那剛剛講，如果說一個單獨的一個歷史的建築，不足以勾勒出整個歷史的面貌跟風貌出來，一定要是大面積的。所以說，不止71棟已經原有以外，應該要大面積，包括71棟都要把它框列在一
一个城镇、一个古城的一种概念里面，城中城眷村的大历史古城的聚落概念里面，如果没有办法框列成一个古城的概念的话，我想这个是对我们屏东市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是地方政府来做又好辛苦。那像那一天刚好文化部部长有来到这边哈，他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费的来源啊，他有说到说，如果用他们现在既有的这个返回历史现场场景的这个经费，分短中程哈，来跟文化部来用4年8年的一个期程，我相信能够完全来把这个除了71栋以外，其他的81栋也能够完全的保留下来，不只能够保留下来，而且能够把它恢复原状哈。是，所以说那是我们屏东市能够再一次城市再见风华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也希望说，包括我们的议会的同仁要共同的努力啦哈，来敦促我们县政府来用这个返回历史现场场域的这个案子，来能够争取这个8年、7年的一个经费哈，来把它恢复原状，我想是最重要的。非常感谢李议员。所以我们这个屏东的眷村历史文化是国家级的哈，这个上位计划应该拉到更高，做全面的结合。好，讨论到这下呢，了解快fon嘅机会抢用的告本安尼个乡亲朋友，我们先请我们的叶大哥也来做一番今天的整理跟你的观点。公部门在思考的时候，都会当然第一个想到就是说有没有钱。对，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确认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这些建物是有价值的，那政府部门本来就应该要投资经费来把它保存下来。而且况且呢，其实如果说奠定一个好的一个规则，其实你又可以引进更多的一个民间资源的一个力量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说，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先确认有这样的一个价值，然后让更多屏东的民众知道这样的一个价值感。我想今天恐怕很多人才知道，就是说。屏东的机场是台湾第一个机场，对，也是规模最大的。为什么不是台北？为什么不是台中？为什么是屏东呢？我想很多人恐怕第一个都不知道了，跟我们讲它背后所代表的一个历史意义。那我想让更多的屏东民众，让更多的台湾的民众认识到屏东这样的一个价值感，还有这样的一个空间的一个独特性，它的价值可以呈现出来。我觉得大家就会觉得花这些钱是有价值的，而不觉得是一种浪费。谢谢你，好，谢谢。它不是负债，它反而是资产。当它是城市资产的时候，全世界的力量都应该会共同来帮它运作成熟。好像还有我们的乡亲朋友要发言，我们先请依云。你好，各位大家好。那刚好那个画面就是我在这边经营的独立书店。这是你的独立书店？对，想在书部。那我想表达，我先就是一个小故事啦，就是我在这边经营了大概4年了。那这几天我遇到从香港来的朋友，那也有大陆的交换学生，中国的交换学生，他来到我那边，他一直赞叹，他说我们香港没有这个地方，你们好舒服哦，有前庭后院，有草地，有鸟叫，他真的是在我那边逗留了一整个下午。他说：“我说你来屏东旅行吗？”他说：“对。”他们就夫妻2个来屏东。他说：“我好喜欢你们屏东哦，就是好悠闲，跟我们香港完全不一样。”像我们廖教授讲到，原来那个很疗愈，对市民的身心健康很重要。对，然后我惊讶了，就是说，不是我自己在觉得我好，而是我是让外地的朋友来觉得我们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感谢你。根据统计啦，我们国人的旅游天数，一个人平均是1.47天。1.47天到底要投注在多少一个文化的氛围的经营？这是一个重点。那我们也请赖老师也把今天的观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一个没有经过充分讨论的状况之下，就要把它移平的话，这是对文化资产一个非常严重的损伤，因为它是无法回复的。就好像刚刚讲的矿协新村，你把它铲平了，就不用讨论了。已经完全没有任何讨论，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是说，很多人说我干嘛花那么多钱，整理一些老房子，我盖新的还比他省钱，错误，这绝对错误。它的资产价值是无可评估的。另外，你是用一个钢筋混凝土硬生生冷冰冰的，而且没什么价值、历史价值感的东西，来跟我一个具有历史价值感的建筑物，我花500万、600万都算省钱。它可以让它风华再现，而且它呈现的是一个日式的木构造。简单的讲，你要再花2000万，要再盖一栋这样的房子回来，你盖不出来。但是你只要花500-600万，就可以再把它恢复回来，何乐而不为呢？是，谢谢赖老师。李议员，
上一代人不知道怎么把这个历史文物把它保留下来。今天我们在那边负债，我们还花好多的钱哈，像鹿港，他花60亿来把它恢复，这就是上一代的无知，世代平等的观念没有建立。我希望我们从这一代开始，现在我们不只失去了历史建筑物，过去失去历史，失去了观光财。这个负债真的是万劫不复。我想我们大家共同努力，谢谢。好，非常感谢议员做个回应。保姆应该就请问，你甲黄金发处长针对乡亲朋友今日提出了很多个问题，也做一摆回应。屏东市现在严重的问题在哪里？我以前在抢救古迹，我现在更累，抢到整个头发都白掉，甚至没头发。因为我不但要抢救眷村的古迹，我现在还在抢救屏东市里面这些客家的三合院。你看现在的所谓我们乡土艺术馆，那个是很重要的邱家的火房啊。另外那个忠圣公祠，这个是曾家的火房啊。现在好几个火房都要在被消失掉啊，赶快救！在这个屏东市里面，所以很多东西在整个的思考里面，除了文化资产，应该要更到上位去，大家一起来合力来制定我们自己的都市计划。这个都市计划是有温度、有文化、有深度，值得我们后代永远住在这里的一个都市计划。现在应该是到这样的好好的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非常感谢你个黄处长，也非常感谢大家今日安热的个发言哦。出面台府个讨论今日就到了，非常感谢大家个收看，你再会，谢谢大家。